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二就是中秋，大家食月饼配文旦柚，有一块囡仔歌是安尼唱：讲到8月15食月饼，你来切我来请，月娘光爷爷，亲像天顶一面镜。来，阮是安尼看。8月15人团圆，花红月圆好时机，夜头赏月庆友谊，花开富贵当着时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下礼拜二就是这中秋节，你敢想好今年到底要安怎庆祝？另外讲到中秋节有一寡传统的风俗，嘛有一寡禁忌，今日老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讲到这中秋节有4个主要的风俗，第一个是啥物？第一个就是这看月娘，第二个是啥物？食月饼，第三个烘肉，第4个就是爱食这柚啊。好，讲到这月娘哦，看月娘其实有4种无共款的讲法。第一个是啥物？第一个就是弯月，第二个是步月，第三个是看月，第4个是赏月。有人讲欣赏的赏月。好，讲到这月娘哦，一个月内底每一天拢是无共款的影。来看卖有这个初三四月白圆，初七八月半圆，15、16月长圆，23、24月暗暝。意思就是讲，每一天这月娘的形影拢无共款。来看卖亲像是初三、初四的时阵，月娘就亲像是白白共款尖。另外初七、初八的时阵，就变做半圆；另外15、16的时阵，就满月圆；另外23、24的时阵，就变做尖，又搁变暗暗。另外讲到这中秋哦，嘛一寡甲这台语有关系这囡仔歌，还有一寡俗语。第一来看卖，就是8月15是中秋，食月饼甲文旦柚，欢欢喜喜赏月娘。我想要坐太空船去月娘遐过中秋，快快乐乐看地球。好，这个就是甲这中秋传统的风俗有关系，亲像是这食月饼、文旦柚，啊，搁有这赏月娘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另外一个是啥物咧？另外一个就是8月15中秋时，他乡求子回乡里，天顶月圆人团圆，家家平安庆丰年。意思就是讲，8月15中秋节就是一家团圆的日子，大家拢会伫咧即天做伙来食饭，做伙来庆祝。好，讲到这中秋节，大家拢会受到爱食这月饼。好，讲到月饼，其实呢，月饼某人叫做是中秋饼，啊，毋过古早人某人叫做是绿豆椪。为什么叫做绿豆椪呢？来看卖，其实这传说就是讲伫咧台中丰原这个所在，丰原过去有人叫做是葫芦墩，这个所在呢有真济卖这糕仔饼这个店面。这时阵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人就爱食这甜的，所以甲传统的汉饼内底用这绿豆仁，连话剪了恰，顶面就碰起来，这个时阵就叫做是绿豆椪。绿豆椪是素的，啊，毋过若是粗的，就变做是肉饼。另外来看卖，到即马这个时代，月饼有无共款的口味，亲像内底包这两仁，就变做是两仁酥。另外用这旺来做变旺来酥。另外无包这两仁，用这黑豆沙嘛真好食。另外嘛这莲蓉，啊，搁有这蚵仔，嘛有这蚵毛仔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讲到这中秋的时阵，嘛有一寡禁忌哦。第一个禁忌是啥物？袂当用这镜头啊比这月娘，为啥物呢？安尼对月娘是比较无尊敬的。另外第二个是啥物？第二个就是卖到这河边、卖到海边来耍水。为啥物呢？这甲一寡科学无关系哦。因为中秋是8月15的时阵是用这海水的时阵，这时阵若是到海边来耍水，就比较危险。另外第三是啥物？卖到这青啊下骹来看月娘，为啥物呢？因为这青啊是较阴的这个所在，若是来到遮看月娘，嘛对你比较无好。上尾一个看卖，就是卖伫暗时的时阵来耍水。为啥物呢？暗时的时阵月娘就出来，这个时阵呢，影就映伫咧这海水顶面。这个时阵若是伫内底来游泳，嘛是对月娘比较无尊敬。好，这就是一寡中秋的禁忌，啊，搁这中秋的时阵爱食啥物，提供互大家做伙来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